台南山野重要產區之一的佐證，因為有着適合栽種山野自然環境，今年也持續辦理山野推廣的節目，希望透過活動邀請民眾會當親自行入在地，品嘗當地新鮮的水果。今年很幸福的是，我們的芒果特別的甜，特別的甜哦，而且它雖然人講誒，無做大粒，我像咱前講哦，愛不能做大粒，唔過你看它真的就像一個紅寶石一樣，所以呢，每一顆都很漂亮。重點是打開它都是甜的味道，好吃的味道。今年芒果節產業文化活動，伊個活動內容足豐富，阮也和迄個樹德科技大學的迄個餐飲科合作，來研發一寡山野料理，還有一寡那個親子教育的活動期間，還有一寡青龍的展示，兼一寡山野品種的介紹。咱迄個山野產期到這禮拜已經愛文漸漸進入尾聲，希望咱消費者那會當會用這個禮拜來到咱山區2日遊，順便來佚佗，一帶來品嘗咱山區的山野。今年佐證的山野推廣活動，經甲民間業者合作，推出結合佐證在地元素的創意烘焙料理，預計將在這禮拜10號來登場。進行就是咱的山野愛文都咧大出。即擺來當時來食咱的愛文是上拄好的時間，歡迎咱所有的好朋友利用假日的時間，來阮這個山區來食這個山野好食的這個農產品，以及來這做一寡旅遊踏青觀光。佐證的這個芒果節活動，其實是我們台南一系列的這些芒果季的芒果節，我們每一區都有舉辦一個芒果節的活動。然後帶入我們每一區的不同的特色，像今天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帶入的這些餐點點心。那歡迎大家來我們佐證區來享用這些芒果的特色餐點，以及來這裡享用芒果，還有來這裡旅遊可以走走化石園區以及這裡的一些老景點。芒澤田幸福派對在日將在佐證化石園區對面的佐證農會登場，東港拄好也是佐證化石園區的關慶。主辦單位歡迎大家做伙來親自體驗佐證在地甜美滋味甲歷史文化。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